由南區公所、準藝慈善基金會、昆山科技大學、永康社區大學、台南青年志工中心、準藝文教基金會、勝利之聲廣播公司、電聲廣播電台、南區明德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合辦的19年度歲末有愛南區社造 Party， 永康社大新歌店15日在水高社文化園區風家舉辦，現場人潮滿滿。主辦單位之一準藝慈善基金會董事長李明威特別感謝市民大眾熱情參與。今年是第19年歲末有愛活動，今年的人來的非常的多，我非常的開心。我們和台南市南區區公所，還有昆山大學等機構一起合辦這場活動，感謝所有參與的朋友們，還有今天的來這裡的所有的活動的朋友們，我們一共有80攤，所以非常的熱鬧。這場活動規劃相當豐富多元，邀請儕人民團體、綠色機構以及社區大學適當再來美食、活動遊戲等單位，不但好食好耍，更具公益關懷意義。第19屆你懂這樣子的一個公益活動，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尤其這次我們又跟我們的社區營造的一個成果展做一個結合。那這一次我們成果展參加的社區，包括我們白雪社區、松安，還有我們的國仔，以及我們的水哥那邊的文史工作室這邊那還有我們的明德。那透過這樣子的社區營造的一個成果展，把社區的凝聚力理解在一起，那也把所有的這幾年執行的相關的一個成果來做一個呈現。昆山科技大學跟永康社區大學在這一次呢歲末有愛的第19屆，那我們這次呢總共有30個攤位，那主要呢是我們在這邊有做一些政令的宣導跟我們終身學習。永康社區大學呢在我們昆山科大承接第3年之後呢，我們在今天來到水交生活化園區辦理終身學習社區共融。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只要幸福平台呢，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數位暴力啦、性別暴力的一些政策呢推廣到任何的每一個人的角落，讓大家一起來做防暴。那在終身學習裡面有更好的一部分，一起努力。除了這些觸別單位，主辦單位嘛邀請30組表演團體輪番登場，市長委託也特別到場支持，跟市民朋友做伙度過這個充滿愛跟溫暖的暗暝。台南新聞張世偉採訪報道。